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邀请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人在。中南部这几天伫咧落大雨，彰化、高雄也拢一个人死亡。台南林地淹水，中山大学宿舍房间也淹水，屏东东流线有一段时间无度驶船。办公院顶人因为发表言论，妨判公然侮辱罪，落被相关事件，因为法庭判定有下刑罚，不过要有限制，缩小适用范围。苗栗特殊教育学校今年第2届代表台湾参加世界啦啦队锦标赛，伫特殊奥运组决赛摕到金牌，也是头一届美国以外队伍摕到冠军。中南部这几天拢伫咧落大雨，也造成2个人死亡意外。伫彰化分园江南路，也有高雄的大庇湖园区内面，可能是这树啊互风雨扇倒缀着民众。也那这个台南早起是落雷公雨，也互这个安南区中溪路2段的高压电缆对公卡断去啊，害当地的378户失电，一直到下晡2点多才修理好势。路边的树啊倒伫咧车路内面，阁掉一台奥多麦。日落中昼，细笋的油菜伫大雨内面藏花。经过分园乡中南路一段的时阵，路边黄花风铃树，其实连续几天大雨倒去，讲到油菜。堆高机帮树排开，把将人拉出来，然后给他的 CPR AED。急救。油菜因为伤势伤严重，送病院了后宣告过往。同一天伫高雄丁清湖园区临时风园，案发的地点直接9封锁线，因为有一个60几岁查某人早起伫园区散步的时阵，路边悬的相思树对军部断去倒落来，查某人互喊着，送病院了嘛是不幸死亡。土壤有这个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是松动的现象，对，因为这个降雨这个含水量过高，主要的根系全部都溃烂。那所以其实这一棵树本来就应该是有一些风险的存在，但是可能这个园区里面的树没有定期去做健康跟安全的检查。专家初判树啊倒去的主因是树根拢烂去，大雨是造成伊倒去上尾一个关键。园区停止开放，等雨较细了后会做全面检查。若是大雨造成死伤，累计嘛，互台南安南区长溪路2段早起有378户出现停电的事故。架空地线以及上下层的高压导线，遭受雷击而断线，而且我们的爱子、装甲爱子还有悬垂爱子都破裂而引起那个线路跳脱。个大声来，电线断三条的。单位讲真大声，互民众拢惊到。台电的人员伫大雨内面嘛随到场，但雨手段嘛增加抢修的难度，一直到下晡2点多才完成抢修，拢总复电。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方面和西南风的影响，台南透早是伫咧落大雨，造成林德区一块路段，也有嘉南药理大学内面淹水。来讲到高雄的灾情，昨暗是落雷公雨，然后这间家厝的冷气互雷公卡到，连中山大学的宿舍有一寡房间也拢淹水。气象署表示讲，这阵雨会一直落到拜六，请中南部民众爱特别注意。外口狂风暴雨，敢若风台天，日落早起台南是继续去落大雨，造成林德区那部分路段积水。嘉南药理大学学校停车场也出现积淹水的状况。不过，这波雨势恐惊也未结束，会继续到27拜六。中南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可能在海面上仍然会有一些比较强的对流移进来。那这些强的对流移进来的时候，会带来的就是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跟强降雨。这2天的大雨也造成南部部分的灾情，高雄中山大学宿舍人员日落早起也赶紧来清理阳台。瞬间下太大，或者是排水孔被堵住。放在地板上的那个一箱书，这纸箱有湿掉，就纸箱而已。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是还好啦，但是还是有淹水啊。公司人员赶紧伫清洁积水，离过暗时的大雨造成中山大学部分宿舍的房间也有阳台，因为未会排水，才原因积水。中山大学系系内讲已经派人检查并且清理，确保各宿舍排水系统无问题。也不过学生讲，这不是头一摆咯。如果是下大雨的话，我们楼梯间基本上都淹水。那市区部分学校校区积水淹水，高雄桃园、茂林甲南华下这外乡的山区大雨一直落，考虑师生安全，高雄市府宣布桃园宝山国小下晡3点起停班停课，也提醒山区的民众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中南部落大雨，下晡也害屏东东流线有一段时间无度驶船。也若讲到这雾台山区小规模有崩山的情形，目前已经也拢甲这个石仔清走了。也讲到这高雄的小港机场飞偏乌的航班有去牵着时间。另外4月初3大地震了后，这中华便道受损严重，目前正咧抢修。所以因为落大雨呢，有一寡石仔连落来，为着这施工人员的安全，也拢先来全部撤离。中华便道今仔日不开放。挂手入来中华便道，这个抢修4月初3地震了后，路基受损的路段，只是都还未甲土石清好，又搁因为落大雨，引起土石松软，真侪所在土石拢搁崩落来。由于现场雨势不断，那落石情形也是一直在发生，因此在今天26号不得已，我们紧急宣布封闭中横便道。那后续公路段仍会持续的投注机械，那4天后降雨情形，那希望可以尽早恢复中横便道的正常通行。各管工务段表示，为了确保抢修工人的性命安全，目前决定先暂时撤出人甲工具机，抢修作业暂停，后续再来看气候状况，适时抢通中华便道。不过，这阵大雨也造成屏东雾台地区出现真侪石头崩落来，好甲在已经紧急排除。若是海上船只，屏东下晡落大雨，佮透大风，造成东流线捌停开，涂骹拢积水，旅客敢来当徛伫大厅听候护航。小琉球突然刮起强风，风力达7级以上。本公司为考量航行安全，琉球往东港2点20分船班暂停行驶，大约20分钟后风力减小，就恢复正常行驶。那东流线的船捌因为落大雨有影响，高雄的小港机场起偏乌的班机原来有延误，一寡旅客只好坐伫大厅听候公布，看什么时阵会当登机。我们想要搭飞机回七美，可是天气不好。目前应该是不会飞了，但是我们还是在等待。因为气象署指出，中南部地区日可能有局部大水雨，屏东县长就春美前往东港抽水站去看抽水设备，也甲预防大水的做法，做好防范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中国渔民爬上花去到马祖的高丁岛，海巡署确认是去接触到附近的无人岛，不是高丁主岛。而且进前中国渔船伫金门并船了后，中国就讲这金门厦门的海峡无禁限制水域的问题。国民党立委就要提案，要来修正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甲公告禁限制水域的主管机关对国防部改做是海委会。今天4月25号，大陆小船爬上我们的高登。民众翕影片通报，讲伫高登岛附近发现中国洗车船停靠，国军随伫高登岛偏走敲锤，佮通报海巡协助。甲尾海巡伫附近离花无人岛发现影片当中的渔民。我们昨天获悉，就是有不明人士到高登岛那边去，高登这边就马上编组了兵力去搜寻，同时呢也就通报了海巡队。高登外面的离岸无人岛礁有找到。目前这个案件是由检方伫侦办。中国渔民虽然不是爬去咧高丁主岛，不过高丁岛是马祖离中国上近的岛屿，甲福建省上近，敢若29公里，属军事管制区，引起外界烦恼。那马祖今年2月金门并船案了后，中国讲金厦水域无禁限制水域问题，引起两岸紧张。国民党立委陈永康、洪晓玲提案修正两岸关系条例29条，希望甲公告金马禁限制水域机关由国防部改组海委会，26举办公听会。适不适合我们把我们所实质管辖的这个范围，要拿去和对方做协商，然后让对方承认一个这样的范围，这样可能也是有一点不太适当。由军事机关转为执法机关公告，等于再一次的宣告我们的禁限制水域。海巡署的执法象征我们的主权，让这个过程能够产生一定的国际上面宣传的效应。学者分析，金马禁限制水域的公告，若做改组执法机关有宣告主权的政治意义。虽然国防部讲无影响建备任务的情况下，会当配合修订，不过陆委会嘛表明，修正公告机关意义无大，希望禁限制水域的认定会当等于到两岸较早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的最后一天，下晡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习近平表示，两国爱做同伴，唔通做对手。也那布林肯早起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见面时阵，强调美国和中国呢，就爱当面互动，避免错误判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个月来第2摆访问中国，日人下晡要登去美国进前最后一刻，才宣布上重要行程，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讲，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两国应该做伙伴，唔是做对手，应该求同存异，唔是恶性竞争。更加讲爱言必行，行必果，而唔是嘴念经，手无拎。布林肯早起也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双方会谈5点钟。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不要把亚洲放下，不要再涉及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踩踏对方的红线。Restarting our military-to-military conversations, looking together at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risks, safety issues, and trying to strengthen our people-to-people connections, but also, critically, managing responsibly our differences. 王毅讲，美中关系面临各种干扰破坏，强调3个一种道理贯通在国内事务中。布林肯是讲，互相应该经由面对面互动，了解分歧，避免误判，因为中国野心，互美国继续警戒。前一天，中国成功发射神舟18号载3名太空人到太空站进行为期半年的任务，有加挑战伫太空饲有灵骨的动物。中国航太领袖近年来发展真紧，美国太空军国展就讲，中国想要经由太空扩张军力投射范围，包含印太地区，甚至直接打击台湾。因为即阵中方伫地球轨道运行的情报收集监控架，侦查卫星的数量已经有350个，应提升情报监察的能力，也有针对敌方的打击精准度甲致命力，这方面各界拢爱提高警觉。更多的低轨卫星，那么当然对台湾就会形成新的一个威胁，包括更及时的这个资料提供，以及通讯，还有就是相关卫星导引弹药的使用。军事专家指出，太空的战场主要是美中两强争霸，台湾会使对这两者中间来思考，安怎投入适度的资源，建立包含卫星、太空侦测能力加反制系统，增加国防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大地震了后，有上100栋建筑物风打黄单红单。目前起起的富凯大饭店当咧拆，那天丽池饭店经过评估了后，也入去红单。通水大楼拆刷了后，会去拆这那天丽池饭店。为着要协助这在后重建，内政部要伫咧花莲成立维诺重建辅导团甲重建办公室。那讲到目前花莲地震的拨款专案已经募到14亿，会提供受灾户的生活补助。大港夜持续伫拆，起甲真严重的花莲富凯大饭店，一定伫2礼拜来拆刷。天后另外一组时间工具到位组装日期，就会当开始拆外甲真严重的通水大楼。那天丽池饭店因为下骹建物非常严重，梁条阁未支力哩，会影响四周围的安全。县政府已经搭红单要拆，附近嘛开始封闭部分车道。目前2日拆那天丽池的整修围篱相关户籍，尾仔就会先囤2层楼高的土开始拆。目前是要排定去做一些强制拆除，预计快的话，我们大概是后天会开始进场来拆除。目前花莲已经有上100栋建筑搭黄红单，为了协助灾后重建，行政院已经请内政部规划进驻花莲，成立维诺重建辅导团，也加重建办公室。国土署也已经派人前去协助了解。不过有民进党立委是批评国民党立委包括用重建条例卡中央的资源，提出预算无法度发放给灾民。行政院长陈建仁讲，中央已经有增超过200亿的预算协助灾区重建。那我们已经盘点了所有的预算大概超过200亿，会跟花莲县政府继续来做密切的沟通，让复原重建的工作从现在开始就要来进行。到日下晡4点，4月初3，花莲赈灾募款专案已经募集差不多14亿，要扩大受灾者家属的生活补助，增加重伤者家属也是做伙大的人会当得到15万，或者是16万2的生活补助。记者综合报道。
地震了后，花莲厝的交易量一下就大落，其中若准这厝起较悬的集中式主体，真侪人拢想要买，却是无人买。若讲到这当地透天含新建案，这价钱又阁伤过贵啊，受灾户无法度负担。这寡受灾户因的未来要何去何从，引起外界关心。大地统水大楼的陈先生，其实也是0206虎门喙体的受灾户。因为当时地震了后无伤侪补助款，所以只好买较旧的大楼大。没想到2年了后，搁再拄到强烈地震，所选的大楼今年搁倒去了。我们买房子当初就有贷款了，还了贷款以后所剩无几，在这高房价的时候，只能先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吉尔士住宅去买，结果就又再碰上了。那陈先生唔敢搁买老旧的大楼，地震了后，真侪民众涨价落价，要买这大楼型的集合式主体，不过成交量却是增加。其他像是透天厝也是新起的大楼，价钱又搁伤贵啊。受灾户未来唔知要安怎。如果国家愿意用社宅的方式，让民众有可以先租个房子，而且金额又不高，来帮助民众来度过这个。不过，这几年政府起社会主体成果，包含这个选址地点的争议、兴建户数不足这问题，拢无啥得到民众肯定。所以讲，有部分的声音是呼吁政府再开放给民间参与。譬如说，都市计划内的农地开放给建商或是一般的营造商，他们来做专案送审，做社会住宅，那政府可以拿到一个比例的社会住宅回来。官府是讲，都市计划区内底非建筑土地，若是要起这个社会主体，必须经由都市计划来变更，有时间较长，所以就正在请资助基金会协助来起中计厝。中继屋它也可以变成一个永久住宅，新建完成之后，短期我们先去做这个灾民的安置，等到这些灾民离开，那也可以提供花莲地区这个社会住宅。官府强调，国家自主中心正伫美仑地区起2区的社会主体，大约会使容纳400户，加上租借中计厝，大约会使容纳500户。不过，甲即阵必须安置的1900户，也是差真多。所以讲，也正伫调查辖区的土地，配合中央规划重建、加都建方式来重建。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卫生局接到检举，讲北台湾上界大的河牛进口商现营公司，敢若把这过期的牛肉重新包装，搁再卖出去。卫生局也发现讲，这牛油也搁这牛肉等产品标示，拢已经过期啊！现场封存1000公斤的产品，那真正有违规上当，会当罚到2亿。这间伫咧台北内湖的河牛专卖店，也是北台湾上大间的河牛进口商现营公司的实体店面。伫最近传出，敢若是将过期的日本河牛重新搁包装提赛卖，引起消费者的疑虑。基本上都是效期内的东西，那如果客人有疑虑，我们都会回收做检验。因为我们这个肉品它预期要做报废要处理，它有一个跟会计师跟报废的公司处理的流程，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会集一批货之后开始处理。根据中华河牛国际交流协会统计，去年台湾一年进口日本河牛差不多有600吨。业者讲，进口的河牛本来是冷藏的，会伫咧赏味期进前先进行分解，然后放伫咧冷冻库保存，一般会伫咧8个月内卖完。伫这段期间，业者就在2个月自主检验一遍，确定肉品质无变质。我们会去送 SGS 的这个类似的检测报告出来，比如说生菌数、大肠杆菌如此之类的检测项目。在该公司细致的冷冻仓储查获储存牛油以及牛鞭肉等产品，总共1000公斤。那标示的厂位期限为112年的10月到今年的3月份。那卫生局将现场1000公斤的产品全数封存。新北市卫生局强调，因为业者无法度一批一批提供各产品的原进口资料。而且产品包装标示的有效日期也无法度甲原本的制作日期进行比对，另外也阁有疑虑，所以先该封存起来，等业者提出具体资料，再个继续调查。若是算落来业者无法度提供，将会依照违反食安法，处6万块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美国大学生伫咧校园反对以色列的抗议活动，那互警方强势驱离以外，也引起无共款立场的学生民众因的反弹，而且这示威行动也引起校园安全疑虑。亲像南加州大学就取消自控24年度的毕业典礼，华盛顿大学临时把这
法学院的这个期末考考试场地改到别位置，避免这考试受到影响。对美国东华的中春田联名国大学到西华加州，有关以色列的学生团体发起这3样的活动。因的诉求除了支持巴勒斯坦，也要求学校甲周边的社区加入抵制以色列。We came together to make demands on the university to divest the endowment from corporations that profit off of Israeli genocide, to disclose where our money is invested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o stop over-policing and collaborating with the LAPD to target pro-Palestinian student organizing, and overall to call for an immediate and permanent ceasefire, and to stop the genocide of Palestinians. 在连续多天赞声巴勒斯坦的示威了后，支持以色列的学生也站出来讲话咯。Majority of these people here are there to spread hate, aggression, violence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 And I'm here to tell them that us Jews, we will not back down, we will not be afraid, and we will not be silent. 真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学生团体发动透明的早夜抗争，传出100多人互抓起来，需要学校甲示威者达成妥协。抗争的民众同意撤掉大部分的布棚，并且限制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会使离开这个布棚的地区。不过，有有其他学校发生正常的校园活动，防干扰进行。南加州大学为了安全的考虑，临时宣布取消2024年度的毕业典礼。由今年大学部毕业的学生，第4年前的高中毕业典礼，正拄到新冠病毒疫情被迫来取消。无受到大学生涯最后一场活动也无度来举行，互学弟学妹因也感觉是真唔甘。These are like the students from 2020 who missed their high school graduation, and now they're missing their college graduation. That's really messed up. 根据美国 ABC 电视台报道，除了美国大学校园连续出现反以色列的示威，并且拖到法国这欧洲地区，哈马斯发表正式的声明，除了谴责欧美这各国政府违反人权，加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抓起来，也侮辱这示威的学生是未来的领袖，打压这学生一定会向欧美的政府付出代价。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如果伫咧西澳洲海岸上无有160只领航海岸跨鲨，其中有30只左右已经死亡。其解救官员表示，做伙伫遐跨鲨是真罕见的，相关单位也赶到现场采样本，要了解集体的这个跨鲨原因，敢是疾病引起的。超过100个志工做伙，甲体重差不多3000多公斤的圆头海洋救起来，互伊的身体对海迄边，避免其他海洋搁坠过来。第25至少有160只圆头海洋，伫西澳洲的托比湾克达，分布范围是沿海岸线差不多500公尺，数量是侪甲互民众看甲真唔甘。靠近对海洋的身躯顶破水，想要甲救，阁有几十只海洋是用石器大水面一直滚架，但已经伫要死去啊！现场差不多有30只海洋已经死去。西澳大学的专家讲，圆头海洋的社会关系是真歹，只要有一只海洋靠搭，其他的海洋定定拢会对得过去。It's definitely sad. Yeah, there's definitely a lot of upset people. I mean, there's a little calf over there, which is pretty upsetting. 海洋靠搭的原因有可能是对海域无熟悉，也是受到噪音的干扰。找无路了后，找无出口，嘛有可能是受伤破病，无法度伫海内面活动，互海流也是风吹去浅沙保遐去，或者是主动收起较浅的所在休困。为了厘清因靠搭的原因，相关单位对死亡的海洋身躯顶去采集生物样本，希望会当进一步来厘清集体靠搭敢是和疾病有关系。事实上，澳洲过去捌发生过真侪摆海洋海底靠搭的事件。去年7月有超过50只圆头海洋伫西澳洲较偏远的海沙堡死亡。1996年第4批海沙堡有320只圆头海洋靠搭，落尾敢若20只瓦咧。今年有超过50只圆头海洋靠搭伫苏格兰海沙堡死亡。Unfortunately, the outcome for our pilot whales once they strand on the beach is generally not good. We have high numbers of animals that end up dying, and so we're keen to keep an eye on their animal welfare and also making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done humanely. 海洋生物学家过去救援，当地野生动物官员讲，海洋靠搭了后，定定是真无乐观，有时阵无法度只好对靠搭的动物执行安乐死，但这是上人道的做法啊。公视新闻新闻部编译。
来总统赖清德讲5字控就职了后，愿意去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根据了解，国民党团有要求总统，但你拢爱去到立法院报告。不过因袂阁再坚持爱随问随来感应。民进党团表示讲，这问答的形式会当阁再讨论。只要立法院邀请那有根据宪法跟现行法律的安排我一定会欣然互惠。前总统赖清德明确表示，5日控就任了，愿意到立法院做国情咨文。若是真正期，将会创历史纪录。根据了解，国民党团的版本国会改革法案内面，其中有一条就要求总统每年爱定期向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而且爱回答立委的问题。但是无搁再坚持随问随答，也接受通问通答。同问同答是目前为止可以讨论的一个方向。至于是3个人一次的答、7个人一次的答，还有这个同问的方式怎么样，我想这个细节部分大家还是要再做一个更精致上面的一个推敲。合宪性是不是在野党要去扩大解释？我想这个我们希望在野党能够在宪法的精神里头予以自治，程序的规范还需要各党团那进行协商。因为民进党团认定随问随答是违宪，将会反对到底。但是通问通答会当讨论，有民进党立委是建议以党团做单位分组提问，最后的形式也该经过调解协商才决定。你知道有一个规则要让你们知道，我要怕你们不胜处罚。你要问的每一个问题都要让我能够答得出来才可以。这个是一定知道。赖清德伫咧2日到屏东参访外商的美乳品牌伫台湾的首场。用轻松的态度面对知识问答，也拿5日控未进行的第16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公布主视角，用4个色水代表自由、民主、自信、优先。上重要的是，赖清德要发表就职演讲，也拿国宪将会第一遍刷到台南赖清德的本命区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团总调鲍昆萁今日带团含16位的那赢立委出去中国访问。鲍昆萁强调，希望会当恢复两岸的关系。不过，花莲灾情是真严重，亦赢着批评讲，目前上要紧的是留伫咧花莲，唔是出国访问。另外，有独派团体也去到这桃园机场表达抗议，甚至是观光业者到现场，希望解除禁团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鲍昆萁带团甲16个那位2日下晡出发去中国，话讲两岸爱和平，希望这段和平破冰之路会当降低两岸仇恨，也表示花莲地动地处面临破产危机，真灾需要进行观光，希望大陆客会当入来。我们代表台湾最大党最新的民意走进大陆，这是希望两岸能够一切春暖花开。现在花莲已经面对空前破产的危机，所以我们此行不只要带来和平，更希望行销台湾的观光。不过对要见相行程去到鲍昆萁拢无讲，敢若预告主要伫拜六根据北京方面的安排，鲍昆萁一家人要伫27早起去小米汽车工厂这个所在参访，下晡有一场会见活动。外界知晓，到时阵可能由国台办主任宋德，甚至无排除由中国大陆的政协主席王沪宁出面会见。28早起是中国文理部甲海关总署的相关活动。站在放一边，好，天公最优先。因为为初三甲单花莲一直地动，即届真侪人伫议论，独派团体台湾各地通机场抗议，不过因为违反集邮法，互警方牙牌命令要求解散。现场原来有支持者提手帮诉求，两岸和平、观光复苏、解除禁团令等等。全面开放，然后解除禁团令。对，包括不管是自由行或者是团体商务，我希望呢能回到呢2008年开放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情景。旅游业者毋望化解两岸观光的对立，不过仍然是批评花莲一直地动。目前关键爱做的应该是先进行灾后重建，不是出国访问。到底你要去中国见哪些人？要讨论哪些内容？为什么不愿意把相关的行程来跟全国的人民做报告？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嘛批评鲍昆萁无公权力授权，无到代表政府担任任何政策的交易也是交换。鲍昆萁访问团嘛无代表立法院的民意，无代表政府，千万唔通进行无必要、甲无效的交换。记者综合报道。
媒体人帮公园作家张大春等人，不管因为发表言论，中方依照刑法的公然侮辱罪判刑，即其侵害言论自由，写清释宪。宪法法庭今日做出下限的解说。不过呢，这适用范围爱缩小，认为公然侮辱罪应该爱去看个人的名誉权，或者是对公共有正面的价值，才无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媒体人帮公园捌因为国庆晚会音乐剧开价2亿3千万，批评迄当阵的文件会主委成地人是人渣公务员，恐怕拘役20天会当用罚金代刑，已经持要去坐家表达不满。视线的这个东西，他就是说，就是言论再怎么激烈，都应该被容许，尤其是在公共事务上面。在骂人与这些牵扯到2亿3千万的这个梦想家的事情，一出戏。就花个2亿3千万。不满意发表言论，就防照公然侮辱罪判刑。帮公园即个侵害宪法言论自由提起释宪，同款认为违宪的，阁有作家张大春等人拢提起释宪。依法公然侮辱会当处拘役还是罚金？若是强暴犯刑，上当处1年徒刑、拘役还是罚金？这种罪是合宪，但是这种罪如果是说不需要把它刑法化，你可以除罪。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不需要把它用这个刑事处罚，你可以透过民事的损害赔偿，那是修法把它除罪化的问题。法务部主张公然侮辱罪合宪，保护的是名誉权。宪法法庭审理了后，日是做出合宪的解释。不能只看语言本身是否有贬损他人的名誉的性质，就直接来判定，应该从他整个言论的表意脉络做整体观察。只因为言辞文字的用语负面。粗鄙就一律处以公然侮辱罪，宪法庭认为这会使系争规定变成了脏话罪。宪法法庭认为公然侮辱罪应该看个人的名誉权，也是对公共正面价值违约的范围，才无违反言论自由。另外有人声称裁判宪法的部分认定原本来将审判决违宪，废弃发回。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查到投资诈骗的机房，这个集团用企业法经营，除了提供手册甲人诈骗，佮列出业绩 KPI。若准无达到标准，就要接受体罚；若准你业绩是真好，就想你去外国旅游，也有奖金挺好摕。伫全国呢，这个诈骗集团已经骗到2亿外了。特警人员攻击起，将晓伫操作电脑诈骗集团成员为影响救落来的命令拍落去。宜兰警方接到报案，有被害者伫网络因为投资海外机会被骗700多万。这个新北警方联手巡查伫新北市新庄区查到诈骗机房。你看他这个有4组人，他有诈骗他4组加一，可能他这个绩效是最好。警方查出这集团有企业化经营模式，伫机房备帮向成员的业绩，若无达到成效，爱接受体罚，业绩好的奖励有国外旅游甲奖金。成员要诈骗进前，爱经过课程培训，佮经过干部进行实习合格。程式逻辑，他们都是一个包套电脑工程师帮你设计出来的。那还有他们有很懂棋子这个操作的人。因搁找财经甲工程专家研发诈骗 App 促进被害者投资机会，接到电了后，骗投资更较侪资金，搁互人工控制指数向崩塌，误导是投资失利被害者全大拢付，不法所得超过1亿2亿。这案件总共抓到10个嫌犯，全部拢被依照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其中姓张甲姓周的兄弟等3个主嫌被刑压禁见，搁查扣2台车、电话、手机甲40万。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真侪盲青呢，伊爱有基本的社会责任，毋是歹鬼带头。有一个盲青昨暗呢是伫咧面册顶头直播，说甲这主管班的学生踢笑，引起网友的不满。虽然这半暝啊有录影片回实咧，毋过已经有真侪合作厂商拢要甲伊解除契约啊。国小的辅导主任就讲，真侪人对主管班误解，事实上主管班是针对有特殊需求的囡仔，提供符合因需要的教学。因为资源班吗？不可能，我那么聪明，以我的智商。什么资源班啊？太扯了！你们班有人在资源班吗？没有，我们班一个问题儿童都没有。真的、哦？好，对他们班就稍微不正常，但没有到问题儿童。直播业务配合的测试，回应网友时对后生无正常。面对儿童来讲，这个主管班却只是一日笑。网络红人领导囡仔吃饱妈，10年引发议论。这样子的字眼，对于
家里有特生的家长，可能会心里面真的不太舒服。被这期踢球这个资源班的学生网友发起抵制，到至阵为止，至少10间厂商发出声明，拒绝合作。都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就是很抱歉让大家受伤。我没有歧视或者是轻蔑、藐视任何，无论是资源班的学生，或是需要个别辅导的学生。悉尼25深夜亲身录制影片系列，强调无歧视的想法，对着家己甲囡仔用词不当，感觉真失礼。国小的辅导主任讲，其实资源班是对有特殊需求的囡仔来提供这个适合的教学模式。不一定是学业，有些类别的孩子是他们的智能是很 OK 的，甚至高于一般的孩子，或是有一些社会技巧、人际关系需要老师做一些加强指导。辅导主任讲，入去资源班必须专业鉴定安置，而且多数学校是采用分散方式，也就是讲，特教生多数时间是伫普通班上课。这事件凸显出学生甲大众对着特殊教育需求的认识甲支持，也有真大应进步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特殊教育学校今年第2届代表台湾参加世界啦啦队锦标赛，伫特殊奥运组决赛摕到金牌。这项比赛举办以来头一届有美国队以外的队伍摕到冠军。有够真侪动作是精准配合音乐得跳，国立苗栗特殊教育学校的加油队，台湾时间2个半暝伫美国奥兰多参加2024世界加油队锦标赛的决赛，差不多拢无失误，发挥有够悬的水准，摕到冠军。苗栗特殊教育学校加油队是20个国中含高职的智能障碍学生联会组成的。去年是第一摆代表台湾去到美国参加世界加油队锦标赛特殊奥运组摕到银牌，今年佫进一步摕到金牌。学校讲，学生为了参加比赛是真接训练，克服学了万个咬袂记的问题，佮使用有客家元素的音乐设计全新的动作，在师生全力付出之下，才摕到好成绩。我真的要非常感谢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能够站上世界的舞台。那我接下来我要感谢我的同事，跟许热琪老师，没有他们，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台湾队嘛是这个比赛伫举办以来，除了美国以外第2个参加比赛的国家，而且伫第2摆参加比赛，就甲美国队挤落来摕到冠军。校长老师伫现场拢感动甲流目屎，师生暗算30公赢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照目前的这个法规呢，幼稚园2岁以上无到3岁这个班级，8个囡仔就要有一个教保员。嘉义县政府宣布，对113学年度开始，2岁以上无到3岁这个师生比例，要对本地1:8改做是1:5，一个大人顾5个囡仔，希望会当减少老师的负担，提升教育品质。2岁以上也未3岁细汉囡仔，身体筋肉、语言学习拢全力发展。为了提升幼囡的教育品质，嘉义县政府创全国大省，宣布为113学年度开始，2岁以上也未满3岁幼教班的师生比例，为原本的1个顾8降低到1个顾5。因为学生很多，孩子很多，然后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去关怀、去照顾，或者是给他一些任务，去派任务。那教保员其实是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甚至连去上厕所都没有时间。对老师甲对囡仔来讲拢较好，是因为老师会使较关注伫囡仔的身躯板顶，会使较了解因需要啥，啊，佮会使了解因即马欠啥物，啊，需要教因啥物，讲话嘛会使教因讲较济。降低师生比的政策，互嘉义县的公立托育中心甲准公共托育中心，为113学年度开始，尚无搁要增加20万名教保人员。教育处强调，经费嘛是县政府来出。有学校表示，增加教保人员，老师就会当有机会提早发现囡仔的需求，准讲发现囡仔发展较慢，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一个老师的一个经费，我们大概估算起来，安尼算起来拢总差不多爱1300多万。更多的老师照顾到孩子，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那孩子的发展，他的问题也可以早点发现，也早点我们可以矫治。
家机关表示，出生比为113项的降低比例了后，一班会加增加一个教保员，按照比例嘛会当阁加收2个细汉囡仔。教育处表示，专家机关公立甲准公共化的托育单位，算会当阁加收100外个囡仔。若增加公立的名额，也会当提升教育品质，创造双赢的局面。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年的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高雄阿莲国中的嘉礼戏团改编当调的一好段，演出好字指标心。学生囡仔用正练等的台语口笔操作16条的丝线，这嘉礼翁仔，互规出戏是感动佮好笑。伊也已经是连续9年摕到嘉礼戏组的特优。成功，我的乖囝，你总送回来啊！成功已经好学回来啊！学生囡仔那操作嘉礼翁仔，那讲出正练等的台语口笔，阿莲国中的学生经过几若个月练习，才有遮尔精彩表演。今年因参加全国学生戏剧的比赛，就是搬这出好字指标心，演出主角心肝结归球的故事，得到嘉礼戏国中组的特优。学生拢讲上困难的就是口笔，因为爱模仿甲真有班，开袂少时间练习。摆演的是8+9。口气爱足大声、足好笑的，讲话爱亲像龙马安尼。回到家之后，拢会练习。国小的时就有参加这个嘉礼翁仔的比赛。好字指标心这出戏是改编同调人好段，透过人家好2个角色演出人性的善恶。学生毋但伫台顶爱展现人戏翁仔的技巧，台语的发音嘛受到评审的肯定。这学生主要是有在地嘉礼戏剧团来指导，毋过口笔、布景、剧情，因拢有参与讨论。是在练口笔的时阵，因为这出是一个心内戏，恁爱情绪要安怎伫这个剧情内中，要安怎讲了会有感情。每一个角色拢爱做投入，不但结合了本土语文，而且还有结合艺术、综合，甚至他们的灯光啊，还有音效，这些都是科技领域。阿莲国中是目前高雄少数有保留传统嘉礼戏的学校，学校表示讲，因今年是第9年得到嘉礼戏组的特优，未来继续传承落去，希望台湾的嘉礼戏会当有无界面貌。记者张义辉、邱家勇高雄报道。前立法院长杨锡坤真爱写诗吟诗，伊即卖也以台湾民主历史做起点，推测对日本时代以来39个诗人写的70条诗，甲出版做一本册，佮甲做台语客语的有声册，要用台湾的母语讲台湾历史。我出书的目的回顾百年历史，增进防卫意识，思说民主源流，强化主权论述，充实公民教材。前立法院长杨锡坤以台湾民主路做主题，经39位诗人，包括伊家己的创作，加强70条汉诗，为上早日本时代1895年的诗开始，讲台湾的民主路。发表会现场，行政院长陈建仁、内政部长林佑昌、准外交部长林佳龙，拢来为杨锡坤徛台。428是旧金山合约生效的纪念日，那1952年的428生效，到今年2024年刚72周年，借这个机会，我来强化一下台湾主权的论述啦。林冠为何力重生？杨锡坤爱写诗、吟诗，也关注母语教育。扫描册内底的 QR code， 就通用手机听台语、甲客语吟汉诗。杨锡坤表示，希望透过这本册加上母语有声册，传承本土语言。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表达认同。刘院长不止在推动自由民主方面，让台湾给全世界看得见，更重要的在推动这一个语言发展、母语教育更是做了很大的贡献。时选为台湾武装抗战开始，讲到228事件、白色恐怖时期，尾手到即马的民主选举时期。杨锡坤表示，即马中国听讲，台湾自古早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希望用台湾的母语讲台湾的民主历史，强化证明台湾的主权。记者郭坤台北报道。
行政院进前宣布，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民间团体也率入去举办白色恐怖记忆影展，用影像的方式，甲这43年白色恐怖时期讲互更较侪人知。因也表示讲，即卖少年辈对较早历史是认捌真少，学校也无一定会教。希望透过这影展反省历史，正做促进转型正义的力量。伊就讲年底有一个户口普查。叫我爱来等安呢，我们等一下载你回来，再下去就没回来。门口有4个宪兵在等着我，然后4个我站在中间，他们一路把我护卫到这里来。这个政治受难者用日常的口气讲出一段沉重的过往。台湾自1949年宣布戒严开始，进入43年长，侪人受迫害的日子。为着要互更较侪人认捌这段历史，新台湾和平基金会举办影展，除了开幕片是上经典的1994年超级大国民，也有不少新世代作品。主办单位表示，望用无共世代看白色恐怖的记录，来参大家讨论交流，用影像反省历史。少年世代若无了解过往的历史，少年世代伊要安怎去了解做一个台湾人存在的意义甲价值？有的人可能无爱读册，无啥爱看文字，但是电影少年人的接受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希望用影像、电影的方式，把历史记忆再传递下去。病仔是当时政治受难者的李玉认为，这个过往唔那是家己的记忆，嘛是全台湾的记忆。影像是一个真适合和少年辈沟通的方式。不过，伊也指出，用影像记录历史的方式，应该更较积极去做。2007年拍过白色恐怖的电影了后，中间的空白10年的返校都出现。流麻膏15号才阁出现。台湾和平基金会表示，因为感受到无共世代的历史记忆断层，除了举办影展，因也希望会当将这个影片推送去校园内底，让少年辈了解课本内底无一定有写的历史。因也表示，未来5月19白色恐怖记忆日进前，嘛会举办类似的影展，反省过去白色恐怖的历史，期待变做促进转型正义的力量。记者刘新武、林奕良台北报道。上村新竹市有科学园区5间的大学，加上数位时代教育，新竹市政府宣布准备要伫咧明年成立数位实验高中，目前是台北市以外全国第2间。数位实验高中未来会提供学生线顶加实体课程，第1届按算要招48个。学生透过电脑直接在线顶上课，时代改变，数位时代教育，新竹市准备在明年成立数位实验高中。未来除了一般的实体课程以外，也会有线顶的学习课程。让我们的这个学生的教育学习可以打破实体的这个空间的樊篱跟限制，可以享受到更多不同的一些课程的资源。数位实验高中第1年按算开3班，每一班16位学生，拢总收48名学生。学校表示，学生除了会当在线顶学习，实体课程也安排各种专业课程。我们很强调自主学习。那线上的课程呢，当然就是说，让他们来学习。那线下的话，就是老师对关键比较难的或容易有迷失的，我们来辅导。也就是说，这间学校呢，还是需要学生来上实体课程。虽然过去在疫情期间，大部分的学生拢有踮厝内线顶上课的经验，不过针对数位实验高中提出部分线顶上课的规划，民众也有无同想法。短期内应该还是会抱持着保留的态度，因为对于未来他会怎么样规划跟办理还不是很确定，可能要等未来看到一些成效之后再来考虑这件事情。多元学习是一个时代潮流，我认为本来就应该正向、乐观面对。学校表示，希望透过多元的课程，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国际能力，迎接数位时代。学校也表示，数位实验高中强调数位甲实验性，较注重囡仔的特质，也提供对这领域有兴趣的学生加一种选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今年的4、5月也是游动开火的时阵，这中华八卦山有真侪赏火景点，但是这几天受到这方面的影响，雨是落袂离，和游动火势大家满世界。中华县政府拜6礼拜要举办赏火活动，即马也赶紧宣布延后举办。即阵当时游动火开火时阵，中华八卦山沿线嘛有侪侪赏火所在。毋过即几天雨落袂停，袂少火，雨水拍落来，大家规世界。涂骹诚侪迄个四叶树，迄规条路拢有安顶安落来迄个油桐花。今年的游动会呢，开甲有较早一次啊，伊差不多3月底4月初的时阵呢，当地开，拄啊好这个月尾。月尾就是讲咱的花季末的时候，佮拄啊好拄着这个雨，所以呢，目前较少。中华园林的登山步道、中华市福田社区、甲云园乡的溪头社区、德兴社区等等，拢是真出名赏游动火的景点。但是因为雨水缭乱，中华县政府预定即礼拜进行的游动火相关活动，嘛赶紧宣布取消，无就是延后举办。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预报礼拜6这个全台都有一些豪雨啊，所以我们在27号礼拜6的活动那在跳水古道这一边的活动全部都来取消。我们28号桐花之夜先暂停那我们后续呢会计在5月份呢会再重新规划时间来举办今年中华游动会早半个月开火，虽讲目前火柜已经进一尾声，但是云园溪头社区表示，这波雨水来增加游动树的水分，有的也未开火的，有可能伫5月初开火，时到阁有机会欣赏到5月色景色。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到新竹对22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盐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